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頻道翻頁人生，我係 Evelyn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我哋會繼續介紹權力的48條法則。今集要講嘅係第二條法則，唔好過分信任朋友，要學識點樣利用敵人。呢條法則聽落好似有啲現實，但其實背後有好多深層意義同歷史故事，等我同大家詳細講下。首先，點解唔好過分信任朋友？其實朋友之間因為太熟，反而有時會產生妒忌、競爭，甚至背叛。朋友有時會覺得你成功咗，佢哋自己就顯得冇咁叻，心入邊未必真係替你開心。另一方面，朋友之間太親密，有時會令你放低戒心，容易俾人利用。至於敵人，點解要學識利用佢哋？其實敵人同你本來就冇咩感情負擔，如果你可以令敵人變成盟友，佢哋反而會更加賣力證明自己，因為佢哋想洗脫以前同你對立嘅形象。敵人如果肯幫你，佢哋會好努力，因為佢哋唔想俾人覺得自己係牆頭草。首先講返米開朗基羅嘅故事。米開朗基羅細個嗰陣喺佛羅倫斯一間藝術學校學雕塑，佢同皮耶托托里賈洛 Pietro Torrigiano 係同學，大家都係年輕有為嘅藝術家。起初兩個人關係唔錯，成日一齊練習同討論藝術。不過皮耶托發現米開朗基羅天分太高，作品越做越出色，老師同同學都開始更加欣賞米開朗基羅。皮耶托心入邊開始唔舒服，覺得自己被比落去。終於有一日，兩個人因為小事爭執，皮耶托一拳打爆咗米開朗基羅個鼻，令佢終身留有傷痕。呢個故事反映咗朋友之間因為妒忌或者係競爭，好容易反面，甚至變成敵人。所以唔好以為朋友一定可靠，太過信任反而會出事。再講下中國歷史上嘅韓信。韓信本來係楚國人，後來因為唔受重用，投奔咗劉邦。初時劉邦對佢都冇乜特別，甚至差啲要殺咗佢。不過韓信好有軍事才能，後嚟有高人推薦，劉邦決定大膽啲，用韓信做大將軍。韓信雖然曾經係敵人，但因為得到重用，佢非常賣力，幫劉邦打贏咗項羽，最後統一天下。韓信嘅才能令到劉邦由一個平民變成皇帝。呢個例子就話俾我哋知，有時敵人如果肯為你效力，佢哋會更加努力，因為要證明自己值得信任，唔想再做返敵人。到咗法國國王路易14，佢有個大臣叫米歇爾勒特利耶 Michel Le Tellier， 本來呢係佢政敵推薦上嚟嘅。路易14一開始都唔太信任佢，但後來發現呢個人做事好有能力，於是俾咗佢一個重要職位。勒特利耶為咗報答國王嘅信任，做事特別賣力，甚至比啲老臣更加忠心。佢唔單止冇搞小動作，仲幫國王解決咗好多難題。路易14就係咁樣，將一個潛在敵人變成自己最有力嘅助手，令自己嘅統治更加穩固。再舉個現代例子，大家都知蘋果同微軟係競爭對手。90年代蘋果差啲執笠，賈伯斯回歸之後，竟然主動揾微軟投資。微軟投資蘋果之後，兩間公司由死敵變成合作夥伴，蘋果先至有資金翻身，最後成為科技巨頭。呢個例子證明，敵人有時可以成為你最重要嘅救星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咁呢條法則喺現實生活或者職場究竟應該點用先啱呢？其實好簡單，我而家分幾個重點同你講下。第一，唔好盲目信任朋友。我知大家都會覺得朋友就係自己人，咩都可以講，咩都可以一齊做。但係其實朋友有時都會因為利益或者妒忌而變心。所以做重大決定或者搞啲大 project 時，唔好淨係聽朋友講，最好揾多幾個唔同角度嘅意見，自己分析清楚先落決定。第二，同朋友合作都要有規矩。有時你同朋友一齊做生意，大家好朋友就以為唔使咁多規矩，其實最易反面就係咁。記住，無論幾 friend 都好，合作之前一定要講清楚遊戲規則。分工、分紅、責任全部寫晒落紙，唔好怕尷尬，反而咁樣先可以長做長有。第三，唔好忽略敵人嘅價值，
敵人未必永遠都係敵人，有時反而可以變成你最大嘅助力。例如你以前同個同事成日爭崩頭，但公司新 project 需要大家合作，呢個時候你可以主動釋出善意，一齊為共同目標努力。敵人因為想證明自己，反而會做得更好，大家合作得好，甚至可以變成朋友。第四，做人要有距離感，唔好太感情用事，無論朋友定敵人，處事都要理性啲，唔好因為係朋友就咩都包晒，唔好因為係敵人就咩都唔信。有時敵人會比朋友更守信用，因為佢哋要證明自己唔會輸俾你。第五，主動同敵人合作，創造雙贏，唔好怕同敵人合作。有時大家有共同利益，放低成見一齊做嘢，反而可以互補短板，做到雙贏局面。例如你公司有個同事以前成日同你爭 promotion， 搞到大家唔咬弦，但而家有個新 project， 老細叫你哋一齊做，呢個時候你唔好死撐住唔合作，反而可以主動揾佢傾下，表現誠意。大家一齊做好樣嘢，搞唔定仲可以互相 cover。完成咗之後，大家都會對對方改觀，甚至變咗拍檔。又或者你同朋友搞生意，記住所有嘢都要白紙黑字寫清楚，唔好靠口頭承諾，咁樣先唔會因為小事反面。總之唔好盲目信朋友，亦都唔好死敵一世，識得平衡人際關係，理性處事，先可以喺職場同人生行得更遠。如果你都有啲特別嘅經歷，記得留言同我分享。鍾意我哋頻道記住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